家人啊一天支持客家嘅文化，又支持推廣客家嘅語言。我哋公所有辦活動嘅時間，我哋都機會動3萬出去推廣客家文化。我傳統講下，一定會結合大家嘅力量，才會有更好嘅效果。你講所謂繼續打馬，10萬打兵。大家用下來講。